讲木子文用哎。乍听对话，10之8九会认定这位医师是道地客家人，其实并不然。能说的一口流利客家话，纯粹是为了病患。跟客家人来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你看到他的眼神、表情，觉得就是说，不要再折磨我了。加拿大时期阶段，和讲广东话的病患只能笔谈看诊。一次惨痛经验，让高启强医师体悟到视病如亲，得和病人毫无隔阂，语言不能是障碍。他用闽南语讲，用国语讲，但很多东西他表达不出来。选择和妻子在苗栗共同职业，高医师放弃台大主任医师职务。说起当年的下乡经验，明显的城乡差距。门一打开，病人立刻就已经心服口服了。为什么？就是说，好像一尊菩萨在中间，然后旁边是18罗汉这样子。可是我第一天来的时候，怎么觉得背后凉飕飕这样子？在民风淳朴的客家庄，高启强医师找回心中向往的医病关系，一句亲切问候，让人无比安心。安久没看到你哦，安久没看到我，好久没有看到你喽。安久没看到我，安久没看到我。